咁啊行呢個叫做茄東景觀大道啊，一度以為係高速公路，其實唔係，因為天氣都非常好，將會由新竹踩去呢個台中80幾公里。電單車依然係好黐線，祝我好運。開咗新竹啊，其實台灣呢個感覺其實有啲似泰國㗎，又有啲似日本。哇，係海啊！每次爬完山再見返個海，都會有莫名嘅感動。剎那間已經離開咗新竹啦，嚟到苗栗縣啦。單車徑出返去行國道，終於嚟到今日第一個景點啊！好望角，呢度就係好望角風景區，其實都幾值得嚟嘅，不過就係咁爬坡，少少攰啊！哦，又嚟啊！聲啊！通宵精鹽廠。地方點解咁似臥底旅行團嗰啲？我唔理啦。插一陣，好大包鹽啊！你睇。中國嚟講咧，呢個通宵精鹽廠咧係一啲泥嘅價值都冇嘅。而家要嗱嗱聲走。個蛇彩飛揚都算啦，你仲要叫做小珍奶，仲要有親筆簽名添，仲要將蛇年變咗做小龍年。邊嚿你嚟啊？超勁啊！呢個成個搖喺個車度啊！
第三個景點就係大甲鎮南宮，哇，相當宏偉啊！第二日就相對順利啲，冇乜爬坡。依家都差唔多到酒店。依家都係4點幾，時間都非常之衝動啊！個老闆話呢隻狗唔咬人喎，佢話從來冇咬過人。我同佢講咩都有第一次嘅，所以我係今日去，我先入去。光圈调不了吧？哦，那个然后好靚啊！呢個高美濕地，不過好凍啊。